早期的台湾5月节的时阵，家家户户拢会家己爆粽。台湾为南到北，每一家的粽味拢无同款。食一喙肉粽，真侪人食的是怀念的故乡味。因为风土民情的无同，粽嘛分做几若大派，亲像是北部粽、南部粽、潮州粽、客家粽等等。若口味无同，所使用的材料、所包的内餡，拢无啥相同。到底南北粽有啥物无同款的做法呢？公司台语台，台湾好滋味，上怀念的迄一味。